好啦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高雄的灵雅分局的警方巡逻的时阵，查到一个违规甲重机车停伫个红线的骑士。这个男骑士趁机会来逃走，警方随着捉伫个后壁，伊佫摕路边的三角锥来击警察，最后也是互捉到，互压制逮捕，佫伫遐大细声来喊救命。原来是一个派着3条罪通缉犯，拄着警察心虚落跑。 阮今日路检，这个查甫人假讲要提证件，就赶紧走。阮用赶紧骑车去用。这个查甫人为着要走，路边有拄着什么物件，手撒咧就牵。也过嘛是予警察捉到，当场压制在地。攻击警察被抓到时，佫发甲大细声。 高雄市灵雅分局警方要问这个违规停红灯的查甫人，尔对方一直反抗。这个犯嫌是身背3条通缉，包含了毒品、窃盗等等，刑期要接近10年左右。过程中关键被攻击，加在无啥要紧，要要面对执行勤务时冒险去捉人，佫被攻击危险。警方表示讲，伫捉人的时，警察车拢有单警力，对着对方的攻击，卖自我保护，安全顺利达成任务。